什麼是 Zoom？Zoom 是一款視頻會議應用程序，允許人們遠程進行視頻通話、音頻通話、會議、網絡研討會或在線課程。它特別用於辦公會議、在線課程以及與朋友或家人的虛擬交流。Zoom 如何工作？ Zoom 通過互聯網連接工作，其工作過程簡述。主持人創建 Zoom 會議並分享連接和密碼，其他參與者點擊該連接即可加入會議。Zoom 實時傳輸視頻和音頻數據，因此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和聽到對方。它具有屏幕共享、聊天、錄音、分組討論室、反應等功能。Zoom 有什麼用途？在線會議、辦公室或商務討論；在線課程，為教師和學生開展虛擬課程；網絡研討會、大型研討會或演示；個人視頻通話，與家人或朋友交談；面試或培訓；虛擬工作面試或研討會。如果你想要有關如何使用它的指南或帶有圖片的說明，我也可以提供。